你点，他说他是很强。我们那个这个是怎么算？你一人拿，一人拿。这样子。小心小心啊！我们先看这边好了。真的是10万套。这个就不能拆了。好，上2楼。跑回去了，输了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你一人拿，一人拿。这样子。小心小心啊！我们先看这边好了。真的是10万套。宵夜。10万斤。等一下。对，左位开。之前16岁的时候，在一间娃娃机店，刚好一个带夹物可以换一个蓝牙喇叭，30块夹出来，之后就觉得，就开始慢慢的有兴趣，7到10年左右啊。技巧的话，其实就是一般都是看商品，先直上直下爪子去对，它会不会浮起来？因为浮起来才会有机会这样子。一般的话都是看牌子有没有空，比较空，或者说看商品的价值啊，这样子。那你刚刚拿到10万块奖金啊，你这奖金要怎么分配？分配的话，我是还没得冠军之前就想过2万块捐孤儿院然后剩下来可能就是存下来这样子，或者夹娃娃。这个就不能拆了。好，上2楼。对，左位开。哇！正偷的。宵夜。10万斤。等一下。